来看云林的消息，云林的斗六市甲南来乡交界所在路边有规排反光的圆条圆管，敢若互强风吹倒七支。民众发现讲，这倒去这个圆管的底座无螺丝，是用粘的。县政府的公务处会勘后表示讲，用粘的这是新的工法，若是讲效果无好，就会考虑改回传统的方式，就是用螺丝来固定。 产能道路边有几排反光的圆锥，10几支就倒7支去，甲摕起来看卖咧。这底座有几大片的胶，竟然毋是用螺丝锁起来，是用胶粘的。是比较离谱一点。人危险的时候，规个拢栽落。附近的居民讲，这一支倒落，其实是前几工仔去互强风吹倒的，而且一般的底座大部分拢是用螺丝锁掉咧。这几排煞是用胶粘的，民众质疑。 它新式就是只有用粘着剂而已。对，他们是因为他们规定就是用粘着剂。承包厂商讲以前拢是用螺丝锁掉咧，但是若无细一口车弄断的话，这底座露出螺丝钉车若到过容易崩裂，所以才改做用胶粘。有固定上的问题我们会要求厂商螺栓式的方式来做修复，这样。关路工务处强调，设伫路边的这反光的是警示功能，无保护作用，伊才用胶粘。不过，若毋是人为破坏情况，也是容易倒落的话，就请厂商也是用螺丝给锁掉来加强。